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27，箴言17章50安尼讲：祈求送向人的，是能力创造伊的主；欢喜人拄着在下的，袂免得受刑罚。三角来祈祷，爱愿无祈求送向人，也无欢喜人拄着在下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慈悲怜悯疼痛的天父。愿来到你荣耀的宝座前，向你献上阮的懊恼甲敬拜。主啊，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也是按照你的形象做人的上帝。主啊，愿无论是富足，也是丧香，尊贵，也是卑微，每一个生命，拢通看见你的荣美。愿要感谢你无煞。主啊，求你将基督怜悯的心肠赏赐阮，互阮学习用听代替祈求，用扶持代替批评，用安慰代替责备。主啊，当阮拄着丧向人的时，求你帮助阮，愿意伸手来扶助；拄着有人跋倒的时，愿意用温柔挽回。求你互阮有谦卑的心，来活出美好的见证。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